過。其實阿文文已經今年係第6年幫助奇輝做呢個籌款嘅工作。咁喺過去最初嘅時間咧，就係支持我哋喺一站式嗰個綜合社區服務中心，即係喺Silver Star嗰邊啦。咁而家呢1、2年咧，文文知道我哋奇輝會將會喺列治文山做一個長期院舍。咁文文亦都二話不說就話佢一定要多多支持、多多參與。咁喺呢度咧，除咗文文之外咧，都更加要多謝咁多位嘅贊助商啦，好似豪門醫院啦、紅集團啦、Maggie 同埋 Alex， 其實佢哋一路都好支持社區嘅工作嘅。咁同埋Sandy 啦、恒泰集團啦，咁佢哋都除咗奇輝之外，喺社區都有好多嘅即係參與嘅事務。咁喺呢度我哋要代表奇輝會服務嘅長者啦，我哋醫療中心服務嘅病人啦，同埋係社區有需要嘅朋友，再一次多謝文文每一年都可唔可以講話係你生日嘅時間同我哋一齊慶祝嘅？咁因為其實阿文文佢好低調嘅，咁佢就即係好多朋友就話阿文文你生日啦，不如搞個生日 party 啦。咁阿文文亦都覺得即係除咗係即係感恩之外啦，咁都係要多謝社區裏邊咁多朋友嘅支持啦。咁除咗文文之外，另外更加要多謝就係咁多位慈善歌手啦。咁因為其實唱歌就唔係我嘅強項嚟嘅，咁但係我見到大家拎住個咪咧，就即係好投入咧，同埋係文文嘅 party 咧，其實唔係淨係一個即係籌款嘅工作咁簡單嘅，佢係將嗰個善心係發放出去俾社區咁多位朋友知道，就覺得即係話俾大家知無論係點樣都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嘅。咁